今次嘅澳門之旅入住一間好特別嘅酒店，就係擁有100年歷史嘅新中央酒店。酒店附近就係大三巴牌坊同新馬路等熱門打卡點。新中央酒店以復古懷舊為主題，裝修非常有格調。一入嚟就感覺好似穿越到上個世紀，從大堂、走廊到客房都完美還原咗上世紀嘅復古風格。新中央酒店一共有3個唔同時代主題嘅房型，每個角落都佈置得好有氛圍，就好似喺經典電影嘅場景一樣。房間嘅用品同設施都好完善，迷你吧貼心準備咗免費嘅飲品同小零食，為每一位旅客打造一個舒適難忘嘅入住體驗。1樓嘅100年歷史文化長廊可以了解關於澳門歷史城區以及新中央酒店嘅歷史故事，感受老澳門嘅繁華同時代變遷。上到11樓天台，仲可以將迷人嘅澳門夜景盡收眼底。第2日嘅早餐都好豐盛，中式西式任你揀。新中央酒店為我嘅澳門之旅畫上完美句號，一間令我有美好回憶嘅酒店，都希望你哋嚟感受下。